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，空间的整洁往往被忽视。随住时间的推移，许多人会积累大量不再使用的物品，这些物品不仅占据了宝贵的空间，还可能对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。定期清理，尤其是每个季度进行一次，成为一种有效的管理策略，不仅能够保持空间的整洁，还能让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和愉快。清理的必要性。首先，定期清理的第一步是认识到清理的重要性。当一个人长时间不清理周围的环境时，往往会感到压力和焦虑。杂乱的环境可能会使人难以专注，甚至影响情绪。相反，整洁的空间能够带来舒适感和安全感，帮助人们更好地思考和工作。制定清理计划。每季度进行清理需要一个明确的计划。这个计划应该包括：一、设定清理日期，在每个季度的开始预留出1至2天的时间进行清理，并将这个日期写入日历中，以便记住。二、列出待清理物品，在清理前可以先进行一次大致的检查，列出那些不再使用的物品。这些物品可以是衣物、书籍、家居用品等，无论其大小。三、分区清理，根据居住空间的不同区域，如卧室、客厅、厨房、书房等，进行分类清理，逐步攻克每一个区域，避免一次性清理过于繁重。清理过程。在清理的具体过程中，有几个关键步骤可以遵循：一、评估物品，对于每一件物品，问自己以下问题：我最近一次使用它是什么时候？我是否还需要它？如果这个物品不再对自己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，则可以考虑处理掉。二、分类物品，将物品分类为3类：保留、捐赠和丢弃。保留的物品是那些仍然有用的，而捐赠的物品则可以给需要的人，丢弃的物品则是无法再使用的垃圾。三、清理与整理，在确定物品的去向后，进行实际的清理和整理。可以使用收纳盒、篮子等，将保留的物品整理得更加有序，减少杂乱感。四、清洁空间，在清理物品后，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洁。无论是扫地、拖地，还是擦拭家具，这样的动作都能让整个空间焕然一新。清理后的维护。清理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，维持整洁的空间同样重要。在每季度的清理之后，可以建立一些日常的维护习惯。一、日常整理，每天花几分钟时间整理物品，养成随手收拾的好习惯。这样不会让物品再次堆积到无法管理的程度。二、检查新物品，在购买新物品之前，先检查自己现有的物品，避免不必要的累积。三、设定清理提醒，可以使用手机应用程式或日历，设置定期的清理提醒，确保自己不会忘记进行季度清理。清理的心理效益。进行定期清理不仅有助于保持空间的整洁，还能带来一些心理上的益处。研究表明，整洁的环境能够提高人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，减少焦虑和压力。当一个人清理出不再需要的物品时，往往会感到一种轻松的解脱，这种情感也会促使他们在其他生活领域中采取更积极的态度。结论。总之，定期清理是保持生活整洁与舒适的有效方式。每个季度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，不仅可以让空间变得更加整洁，还能改善心理健康，提升生活质量。通过制定清理计划、分类物品、彻底清理和日常维护，每个人都能够创造出一个更舒适、更高效的生活环境。这不仅是一项任务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，让每个人都能在整洁的空间中拥抱更美好的生活。